下來。OK， 伊健呢？伊健有冇受傷定點樣？都係屁股啦，都係屁股，即係其他反而大家冇諗過，即係搏命嘅時候，原來翻去會損嘅嗰啲。但係即係攞武器啊，冇話擦親啊，腰酸背痛之類嗰啲都冇。點解其實大家唔敢講咧？其實大家都受咗傷，但係咧受傷嘅時候。係咁噶啦，拍動作片係受傷噶。咁似嗰個戲嘅情節咁樣。唔係係真係㗎，你唔覺得？哎呀，我受咗傷啊！咁大家會鄙視。又唔係喎，男子氣概冇咗。大家都冇嘢啊，冇事。冇事。跟住甚至乎你跌咗落馬，有試阿尊就試過阿仔即係走埋去冇嘢。好 man 咁樣，但係其實可能好痛嘅。阿于波都受咗傷㗎。于波受傷，就是弄到哪裡呢？腰和肩膀。腰和肩膀。對，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好。要我幫你搓嗎？按摩一下。他直接送去醫院嗎？還是不管用啊？他當時的傷勢蠻大嘛。對，然後之後拿兵器也拿不起來。哎呦 ，OK， 咁啊最驚嘅應該係老闆同導演啦。一般時候都唔希望盡量安全措施都要做足噶啦。但係好難避免嘅千軍萬馬。因為呢部即係全動作嘅電影咧，咁同埋咧班演員咧又肯自己上陣，自己去做啲動作。咁你諗下，即係然後嗰啲係刀劍嚟嘅。然後係即係冇可能話即係100%，然後就算皮甩啊嗰啲一定會發生㗎啦。啱係，因為一打起嚟嗰陣時，你一打冚唪唥都群打。咁啊，同埋好多啲武師啊，喺旁邊一住又去同你即係接招啊咁嗰啲嘢，就得前邊又就唔到後邊啲槍咁長，有噶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咧係即係都係我嘅 fault，因為咧我拍佢哋嗰陣時咧用 multiple camera，用好多部機，咁啊變咗咧就。佢哋冇可能話拍2招停一停，啱，就要記好多招，哇，記好多招，咁啊一班人圍住佢打嗰陣時，同埋咧，尤其是伊健嗰支槍咧長又好長，係啊，吳尊又係用嗰啲長槍咁啊變咗啊仔仔有啲舒服嘅，因為仔仔唔需要同人哋有佢係掹箭嘅啫，不過仔仔就要成日又跳上屋，又跳落屋，又跳上屋頂，又跳落屋，又跳上馬咁樣，咁啊於波最慘。呢波又要騎馬，又要攞雙刀，然後要拉大旗揸大旗，咁啊變咗咧，哇！真係佢真係做到咧，即係手忙腳亂，即係好辛苦，即係打佢嗰時。我覺得已經好好彩噶啦，係啊，即係一套電影裏邊咧，睇到套戲啦，幾乎咧除咗頭10分鐘文戲講個古仔之外啦，後邊一路動作冇停過，仲要喺馬上邊打，而係。真係冇乜演員大受傷，咁呢個已經好好彩。呢啲小傷呢啲普通都有啦，係嘛？真係好嘢，咪一定有噶啦。拍文戲都會擦傷啦，係咪先？多謝我哋嘅動作指導啊，董偉係，因為真係佢好難，好應付，即係每個其實佢係一分2㗎，即係先嚟講 A、B 組咧，甚至乎有時2組動作都關佢事。係啊，哇，好犀利㗎，佢都係。即係對演員度招嗰方面，佢都會遷就大家㗎，可以去到邊個位置。好清楚每個人嘅兵器，佢好睇嘅地方。譬如我同阿尊，其實揸楊家槍啦，就咁打好好睇，但係咧佢喺一個好窄嘅地方，其實好難。啱，同埋啲兵器重唔重咧？一道具啊，當然係道具啦，但係睇落去係好真嘅道具。誰的最重呢？兵器誰的最重？爸爸、老豆。係啊，真係阿秋官嗰把關刀，即係以佢嘅年紀做佢騎馬，揮得幾下都幾攞命，好信服啊！仲耍得好瀟灑添嘅啫。唔係佢都咁瀟灑啫，佢前面打仔嗰幾下都好瀟灑啊！真係。OK，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有電影《忠烈楊家將》嘅卡士喺現場咁，亦都有哥哥張國榮呢一首歌曲《無心睡眠》，唱係 My FM。My FM My Music 咁啊！我哋喺咪後咧都聽導演講故事係好精彩嘅，所以佢係導演係有道理嘅，因為佢要講故事，跟住全部演到我聽，跟住先至演到嗰啲戲出嚟，話好有趣嘅一個過程啊！好，嚟到9:51啦，非常難得啦！我哋相信就係我哋馬來西亞電台都好少有地可以請到咁大卡士陣容上嚟電台。首先多謝俾個掌聲咁多位演員仲有導演，因為我好
中意同黃百鳴先生合作啲，我哋好多電影都係佢過嚟馬來西亞嘅時候咧，都會有宣傳，都唔會得一個演員嘅，一嚟係嚟成紮，因為佢講過話，因為聽過啲工作人員講，黃百鳴先生係好重視我哋馬來西亞啲影迷嘅，所以嚟親都好大紮人噶。好，咁我哋不如咧，因為時間咧都有限啦，我哋請大家都幫我哋呼籲一下，講下呢一部電影，叫大家買飛入場支持下啦。冇錯啦，中烈楊家將咧就係唔單止係一套動作片咁簡單嘅吓，因為睇完之後咧仲會讓你感動嘅。相信我，入場買飛睇係冇錯嘅。好，跟住到我哋導演啦。好，中烈楊家將，如果你中意睇西片，你更加中意睇中烈楊家將。4月4日支持下，全國上映啦吓，大家一定要支持。雨波，中烈楊家將4月4日等你。咁啊，到意見啦。中烈楊家將唔單止係荷里活式嘅製作，仲有我哋中國人傳統美德喺裏邊嘅，忠孝仁義。OK，嚟仔仔。